大家好，我係三索，今日俾大家睇啲輕鬆嘅局。第一鋪5筒係鬼，下家呢度暗降西風，係冇所謂啦，只要唔係暗降5筒，是但你啦。呢度上家碰咗8筒，先搞死一家，都係要叫糊嘅。而家係咯，絕咗啦。花牌係代替金鋪嘅5筒，唔係真嘅鬼。咁而家有得升級喎，叫個正張嘅3、6筒，6筒自摸，正張開2角，每位20分。第二鋪1甩鬼，你手咁樣我點睇啊？我知啊，我咪咩咯？點解咁好人嘅？個錢溫風。死啦！呢啲隊全部都係中張，點算啊？靠自己。咁而家碰隻叫糊啦。呢度對家放咗個7筒俾上家降，下家呢度降埋4筒添，好彩我得一隊碰啊！而家叫糊啦，正張有3、6索，多謝上家。正張開2角，每位17分。第3鋪1甩鬼，9筒碰咗叫糊，1、3、6、7筒。1筒自摸中9隻馬。第4鋪1甩鬼，做不了13幺的，不要勸我。呢度有白板放咗個槓，其實前期我都屬於棄糊狀態啦。棄唔到喎，要叫糊啦。當時以為自己係拖牌，打咗個9筒，其實我打錯咗，我知我打錯咗，係咪呢？即時過糊啊！嗱，開2獎馬，每位9分㗎，4手都得，每位12分。
第五鋪七筒係鬼，成手索子又要開始死諗難諗啦。咁就拆咗一二筒先啦。好，而家叫胡，咁我叫個對碰啦，人需叫對碰。魔鬼自摸，每位7分。最後一鋪6筒係鬼，因為我記得係有隻，但係我驚你哋話冇所謂啊，我唔知睇咗啲乜嘢啊，咩東西我唔知喎。呢度對家應該睇錯咗，佢想碰西風，咁我扣一扣個西風先啦。他向我示好耶，咁我送畀你啦。係咯，東都未打，先打個西，有來有往先係上等人啊嘛。碰隻叫胡啦，係啦，碰啊叫胡啊，3、7筒。3筒自摸，開二獎碼，每位14分。